创世纪第11章巴别塔。迄时，天下的腔口甲语言拢同款。因东平迁徙的时，伫示那地发现一片平原，就伫遐徛起。因互相参详讲：来，咱就来做庄仔烧火头。因就用庄仔代替石头，用担仔架代替溪涂。因阁讲：来，咱就来起城造塔，塔顶通天，互咱出名，才免咱四散伫全地。上主落来，要看世间人起造的城甲塔。上主讲：看咧，因是同一个民族，讲上一个语言，但因已经开始做这个事，以后因要做的，拢袂当甲因阻挡。来，咱落来去，拍乱因的语言，互因的话袂相通。上主就互因对遐分散伫全地，因就停工，无去迄座城。所以迄个城叫做巴别，因为上主伫遐拍乱天下的语言，佮对遐互人分散伫全地。闪的后代，下面是闪的后代。大水以后2年，闪100岁生阿法萨。闪生阿法萨了后，还活500年，佮有生后生查某囝。阿法萨35岁生沙拉。阿法萨生沙拉了后，还活403年，佮有生后生查某囝。沙拉30岁生希伯。沙拉生希伯了后，还活403年，佮有生后生查某囝。希伯34岁生法勒。希伯生法勒了后，还活430年，佮有生后生查某囝。法勒30岁生拉俄。法勒生拉俄了后，还活209年，佮有生后生查某囝。拉俄32岁生西洛。拉俄生西洛了后，还活207年，佮有生后生查某囝。西洛30岁生拿福。西洛生拿福了后，还活200年，佮有生后生查某囝。拿福29岁生塔拉。拿福生塔拉了后，还活119年，佮有生后生查某囝。塔拉70岁生阿伯兰。拿福哈兰。塔拉的后代，下面是塔拉的后代。塔拉生阿伯兰。拿福哈兰。哈兰生罗德。哈兰伫伊的老爸塔拉还活地的时，是伫故乡巴比伦的乌尼城。阿伯兰甲拿福拢有娶某。阿伯兰的某叫做沙莱。拿福的某叫做米迦，是哈兰的查某囝。哈兰是米迦的老爸，嘛是亚迦的老爸。沙莱未生育，无生囝。塔拉带伊的囝阿伯兰甲孙罗德，就是哈兰的囝，以及伊的新妇沙莱，就是阿伯兰的某，做伙离开巴比伦的乌尼城，要去迦南地。因到哈兰就住伫遐。塔拉活205岁，死伫哈兰。